喂，悠悠吗？我是阿关啦。我想问你说，你有没有决定要读哪一间学校呢？在古朴的新营乡镇中，坐落着一床载有学子缤纷梦想的宫堡。旧城的文化与家国的心血于当中谱成了绝响天籁。这个织梦圆梦的宫堡就是兴国中学。兴国中学的第一任校长赵景林先生即是孕育这一切的开垦者。他在民国51年创办了兴国中学，其中过程坎坷艰辛，充斥着不为人知的荆棘，但几年后不凡的成绩，终于打响了北有建国，南有兴国的美誉。民国85年，拥有教育专业职能的赵孝贤校长接下了这热情跃动的棒子，继续延续耕耘梦途的使命。年轻执着的赵校长有着更贴近时代的知识学养，浇灌着这些逐渐茁长的教育愿景。砖块是坚硬的实体，犹如是我们对事物的执着；小草是我们的心智，它能穿越任何坚硬的实体。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就要本着这小草的精神，引领着孩子们穿越无碍的环境，迈向成功的未来。仅以2句话，大家共勉之：意识限制了自我，自在就没有限制。我永远也不能遗忘那阳光充足的日子，我们曾一起伸展金色的羽翼，为圣诞夜的舞会、军歌比赛，把草间上的风都喊醒。我喜欢飞腾的急速，汉风在耳边，追不上发烧的呼声、掌声。运动场上，我释放汗水和热。校车要载着我去完成美人鱼的梦想了。科学馆的白和松根柔的和，是实验室外方糖与咖啡邂逅的下午。时间的滴管，温柔智慧加速度，仔细用心跳数着。加入了金色是辉煌的远哲比赛，我在量杯的耳边看见爱因斯坦的梦。加入的银色是科展的奖杯，接过手心，我把光明的前途小心捧着。在金色的年代里，我的青春闪闪发亮。兴国中学。今年兴国基于藏书日多的考量，所以规划图书馆区，先穿过花草并茂的庭园，沿着知识阶梯而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窗明几净的摆设，木质书报架、桌椅，透着松木的清香。大片的落地窗，天空触手可及。虽然没有松间明月来相照，但这丝毫不小气的大片蓝天，大块晴朗，伴随书中美言佳句，使身在其间的阅书人似乎一伸展双臂就能遨游古今天地。国专课、说话课、剪贴簿等活动进入兴国以前，你或许没听过，
但对兴国的孩子来说，这些精心安排的课程如同炎热后的冰汽水，沁人心脾。每周他们都如此迫切期待着和一本书的相遇，求知若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优美的环境、舒适的空调系统、先进的班级网络、如诗的气质，组成兴国中学文雅生动的校园。Do you like to play ping pong? Basketball, baseball, soccer? 在活动中领导学习英语的好奇和自信，是兴国一直致力的项目。外籍英语教师和中级英语教师的搭配，使得学生更能从自然语境中自然应用英语。瞧，他们的反应多热烈呀！I want to choose one group. Stop! Why are you overloading your junkie? 专业、自信成就了这些孩子热切求知的心。各领域特殊班俨然已成为兴国中学豪杰人才汇集之地，更成为升学保证。我觉得身处在这样优秀的班级当中，个人所肩负的梦想将会更多。班上一同合作、竞争的精神，让我更懂得确立心性、安定志向。就因为这些龙虎之子，让我更充满斗志。我相信成功势在必得。在法政班中，我觉得每一个同学都是太阳哦，每个太阳都一同的撞击和发亮，而且学校总是提供给我们最好的资源和机会。在人文法政的银河系中，我们是一群最耀眼的星星。经过2氧化锰的催化，然后就产生氧气。各位桌上都有装置，物质在纯氧里面燃烧的火焰的大小跟它的变化颜色。讲求教学创新、统整连贯的兴国中学，为了让课程知识做最有系统的呈现，早已打造出6年一贯的教育规划。而专业教师群所自编的教材，更是创造出惊人的成绩，为学生们打下一地江山和整片晴空。那我们知道说有一个9年一贯，那我们学校的话为什么要做6年一贯呢？学生的需要，还有社会的期待，所以我们提出了6年一贯，让我们的课程能够一贯，让我们的教材能够一贯，也让我们的学制能够一贯。有耕耘者辛勤的播种和浇灌，才有厚实方纯的丰年可享。兴国中学在全体师长的燃烧热忱之下，真可谓是有意在花，花更发。自创校以来，缔造了多项风云纪录，许多杰出校友并一起将爱的种子播撒出去。近年来，兴国这一片丰田更是风轩迭壤，不论是县内的国语文竞赛，甚至是全国性的语文竞赛、外交小尖兵竞赛、远哲科展、奥林匹亚、美术竞赛等，无不为全校师生戴上最耀眼之桂冠。而每一年的国中学测成绩、大学升学榜，更在学校丰厚的奖学金和充满爱心的新善社的支持下，进展礼乐龙门之姿。在兴国中学，你会发现红榜便是它最坚固的外衣，永不褪色。知识的传播只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良好的生活教育及品格的修养才是教育的最终目标。兴国中学一定能带领我们的孩子具备现代的知识及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国中生适合或不适合结交异性朋友，便各1分钟。我们现在由正方从
个人整洁、环保到纯净的心灵，从语文思考训练、剪贴布到积极务实的求知态度。新国举办了藤田子音乐会、国语文研习营、作家下午茶、名人讲堂、国光剧团展演等艺文活动，致力将真、善、美内化成每一位学生的气质，用文学抚平躁动的青春，用艺术提升青春的视野。听我说，音乐会上，藤田子小姐从校方的窗前摇了一大池月光，为我的耳朵喝酒。还有啊，记得上一次在故宫的橱窗外，我和古老的历史打了个照面。在翠玉白菜坚持不肯透露年纪之前，清明上河图里有个成教的女孩卷帘问我现在几点钟，真的。听我说，当小野先生谈论到顽皮故事集时，我发现有一片茶叶。你们猜怎么样？怎么样了？正隔着玻璃杯偷偷听着我们说话。你跟老师说，只要我们把心交给他，他就带我们去走一趟黑泽明的梦。这么好，这是一定要的啊！张开眼睛，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正在前往水车村的路上。狐狸们举办着婚礼，还有桃花仙子哦。总之，实在有太多精彩了。这就是我们选择新国的理由，耶！如果我不在家，下午是在新国，我不在新国，那就是在往新国的路上。